知名好莱坞女星安海瑟薇 （Anne Hathaway） 以迪士尼制作的电影《麻雀变公主》打开知名度后，陆续出演穿着 Prada 的恶魔、悲惨世界、高年级实习生等，票房都不错，星途相当顺遂。近日，她应邀上艾伦秀接受专访，并透露自己为了2岁儿子，已经在去年10月开始戒酒。安海瑟薇2012年与交往4年的男友亚当·苏曼 （Adam Schulman） 结婚，并在2016年生下儿子。她近日应邀上艾伦秀时，罕见透露家庭状况，并说因为不喜欢让2岁的宝贝儿子看到她宿醉的模样，因此自己从去年10月就已经开始戒酒。安海瑟薇表示，毕竟儿子已经到每个早上需要他的时候，甚至加码爆料，有一次为了送小孩上学，因为还在宿醉，所以没办法开车。他说：“我真的没办法在宿醉的情况下，妥善把自己弄好，同时间还要照顾一个小孩。”意识到无法两边兼顾的安海瑟薇，从这个时刻遂下定决心开始戒酒。实习编辑斜线陈柏良。